隔離張台咧，王靜都喺度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啊！好開心今晚可以同大家喺澳門聚首一堂。咁我哋呢一場 party 咧，有一位超級特別嘅嘉賓，長城雪茄。佢唔單止係我哋中國歷史上最悠久，咁而且市場佔有率咧，亦都係最高嘅國產雪茄嚟嘅，仲喺源自於中國雪茄之鄉四川十方。咁品牌咧就創建於上個世紀50年代，亦都係中式雪茄嘅領軍品牌。嗱，更值得講嘅就係佢仲有一段好威水嘅外交歷史。喺1972年中美破冰之旅，長城雪茄作為國禮款待過當其時嘅美國總統尼克松。早喺1963年，亦都作為國禮送過俾法國總統戴高樂。後嚟咧，亦都送過俾尼泊爾國王。咁我講到呢度啦，大家如果想同我一齊去玩嘅話，歡迎關注我，私信我，拜拜。